好啦，各位中三 R 班嘅同學，你哋好啊！咁喺上堂嗰陣時咧，咁我哋已經咧學咗用呢一個樹形圖啦，咁啊同埋列表法咧去處理一啲較複雜嘅概率問題。而當中咧列表法咧，咁啊有啲東西咧，咁啊未教晒嘅。咁啊今日咧就會教埋呢啲手尾啦。咁喺教之前咧，咁啊同大家重溫翻上堂呢個列表法嘅用途先。我哋睇睇以下例題。好，而家我哋有兩個嘅英文字啦，包括就係 eat E-A-T 咁同埋 cat C-A-T。好啦，咁我呢一次咁點樣玩呢？咁我哋咧要喺呢兩個英文字當中咧，咁啊各自抽一個出嚟。咁即係話喺 E-A-T 嗰度抽一個英文字啦，同樣喺 C-A-T 嗰度咧，亦都係抽一個英文字。咁我哋咧可以利用呢個列表法咧，去將所有可能嘅組合咧列晒出嚟啦。咁啊，首先咧，我哋畫低個表啦。咁啊，喺第一個英文字，我哋可以有機會抽到就係 E-A-T 啦。咁我哋將 E-A-T 寫晒喺度啦。咁喺另外一個英文字 C-A-T 嗰度咧，咁我哋可以有機會抽到咩英文字母？就係 C-A-T 三個英文字母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出現嘅組合包括就係 E-C 啦、E-A、E-T、A-C、A-A、A-T、T-C、T-A 同埋 T-T 嘅。咁同學會發現咧，總共咧會有9個嘅組合出咗嚟嘅。咁如果我而家咧就問你以下嘅概率就話，我哋咧想揾咧相同字母嘅概率係幾多？咁啊，首先一份母咧就擺9啦，因為總數係9啦。咁另外9個當中咧，英文字母相同咧係得 A.A 同埋 T.T， 咁所以答案就係2/9。好啦，如果我另外一個概率就問你，不相同咧，抽兩個出嚟，佢兩個英文字母都不相同嘅概率係幾多咧？咁樣，好，當然分母都係9啦，而9個當中咧，你發覺咧有1、2、3、4、5、6、7，黑色筆圈住個7個咧，就係符合而家所講嘅條件嘅，咁所以係7/9啦。咁啊，好快咧，咁啊就同大家咧重溫咗呢一個其實喺上堂已經用過呢個技巧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以下嘅例題。好，嚟緊我會做2題嘅例題嘅。咁喺呢一題第一題啦。咁啊，而家有個英文字母 for F-O-U-R。咁呢度有4個英文字啦 ，F 啦，包括係 O 啦，同埋 U 同埋 R。咁啊，我哋點樣玩法咧？我哋就係抽其中2個嘅字母出嚟。好啦，如果我哋喺 F-O-U-R 嗰度抽2個嘅字母出嚟，咁啊，我哋用一個列表法將啲組合又係列翻出嚟啦。首先，我哋咧打直呢一度咧，我哋假設咧就係第一個英文字母可以抽乜嘢？咁啊，當然 F-O-U-R 每一個字母都有機會啦。咁而橫排呢一度咧就係第二個字母，我哋究竟可以抽到啲乜嘢字母出嚟啦？咁同樣 F-O-U-R 都會有機會啦。咁我哋將佢寫咗先，可以我哋嘗試用一個列表法列翻出嚟啦。好啦，咁啊，首先填第一格啦。咁如果我哋第一個字母抽咗 F， 咁第二個字母咧，而第二個字母咧係冇可能抽到 F 嘅，因為第一個字母咧，我哋已經係抽咗個 F 出嚟啦。咁裡面咧剩翻 O、U、R 3個英文字啫，個 F 係不存在啦。咁所以呢一格咧係冇可能發生嘅。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個橫線畫咗佢。好啦，第二格啦。如果係第一個字母抽 F， 咁第二個英文字母當然可以抽 O 啦。如此類推，第一個英文字母抽 F， 第二個英文字母抽 U， 就出咗 FU。第三個咧就係 FR 啦。咁啊，我哋已經完成咗橫排嘅第一行。好，如此類推，我用翻同樣道理啊。咁我哋將橫排嘅第二行填埋去啦。第一個英文字母抽到 O， 第二個英文字母抽到 F 啦。好啦，同學填呢格小心喎。假設第一個英文字母抽咗 O 出嚟啦，裡面咧係剩翻 F、U、R， 個 O 咧係已經抽咗出嚟噶啦，裡面冇 O 啦。咁所以第二個係冇機會抽 O 嘅，咁所以呢一格係冇可能發生，我哋亦都係畫咗佢啦。如此類推，呢個係 O-U 啦，O-R。
好，第三排啦 ，U F U O， 同樣道理 U U 係冇可能出現㗎，咁所以我哋畫咗佢啦。然後就 U R， 好，最尾一排啦 ，R F R O R U。R R 係不存在㗎，咁所以呢度我哋亦都畫咗佢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嘅情況咧，咁啊總共有幾多個結果出咗嚟咧？我哋數數啦，1、2、3、4、5、6、7、8、9、10、11、12，總共有12個結果出咗嚟嘅。好，咁就住呢12個結果咧，咁啊，譬如我哋試下做以下概率嘅問題啦。譬如題目問你抽到 O， 其中一個係 O 嘅概率係幾多咁樣？咁其中一個係 O 嘅概率咧，咁我哋睇翻啦。咁喺下面當中咧，包括呢個咧，一個、兩個、三個、四個、5個、6個，有6個嘅組合係有 O 嘅，咁所以分子就6啦。而分母就係12啦。咁咧，所以就係1/2。哦，原來咧，如果我喺個科呢一個字抽2個嘅字母出嚟，抽到其中一個係 O 咧嘅概率咧就會係1/2。好啦，睇睇以下第二個例題啦。咁啊，假設咧有個袋啦，袋裡面咧就有5個波，有2個 W， 咁啊 W 就代表白色啦。咁啊，所以我哋要用 W1、W2、W2嚟將佢顯示。另外有3個嘅藍色波，包括 B1、B2、B3嚟將佢顯示啦。好啦，而家玩法亦都係啦，喺個袋嗰度咧抽其中2個波出嚟。好啦，咁我首先亦都係啦，利用列表法咧，將一啲佢有機會嘅組合啦列翻晒出嚟先。好啦，同樣咧打直呢一度咧，咁我哋咧就顯示我哋第一個波可以抽到有乜嘢嘅可能嘅結果嘅出咗嚟先。咁我哋可以分別咧就抽到 W1、W2、B1、B2、B3啦。咁啊總共有5個啦。同樣跟住咧橫排一度咧，我哋將第2個有波有機會抽到嘅顏色寫翻出嚟咧，包括係 W1 啦、W2、B1、B2、B3。好啦，咁啊個表咧就直排橫排啦，咁啊列咗啦，咁然後我哋嘗試填翻去啦。好，留意啊，第一個窿。咁啊，如果假設第一個波抽到 W1 已經抽咗出嚟啦。換句話說，呢一個波我哋已經從個袋度抽咗出嚟啦。咁即係個袋裡面咧，剩翻 W2 啦、B1、B2 同 B3。好啦，咁第2個波仲有冇機會抽到 W1 咧？咁當然冇啦，因為 W1 已經出咗嚟，咁所以咧呢一格咧係冇可能存在嘅，我哋畫咗佢啦。好啦，如此類推 ，W1 第一個波抽到 W1，當然裡面仲有 W2、B1、B2、B3啦。咁咧 W2 係有機會抽咗出嚟㗎，咁所以我哋一個就寫 W1 同 W2 啦。如此類推 ，W1、B1、W1、B2、W1、B3，咁我哋又填咗第一行啦。好，第2行都係咁樣填嘅。咁啊，首先就係有機會第一個波就抽到 W2 啦，然後第2個波就 W1。咁呢格亦都係同樣情況啦。W2 如果喺第一次抽咗出嚟咧，第2次我哋就冇可能再抽到 W2 啊，咁所以呢一格係不存在嘅，我哋亦都畫咗佢啦。然後 W2、B1、W2、B2、W2、B3。好，第3行 B1、W1、B1、W2， 同樣 B1 係不存在嘅，咁所以我哋畫咗佢啦。B1、B2、B1、B3。第4行 B2、W1、B2、W2、B2、B1、B2 亦都冇可能出現，咁所以我哋畫咗啦。最尾 B2、B3。好，最尾一行啦，就係 B3 啦 ，W1、B3、W2、B3、B1、B3、B2、
而 B3 亦都不存在，我哋畫咗佢啦。咁所以咧，同學睇睇，今次咧總共喺呢個表當中咧，我哋係列咗總共係有20個組合出嚟嘅。咁即係話，如果個袋裡面有5個波，我哋抽其中2個出嚟咧，總共有20個嘅組合嘅。好，咁就住一個咧，譬如我想問抽到相同顏色嘅概率係幾多啊？咁樣，咁當然分母我哋擺20啦。好，分子我哋睇翻下面，相同顏色嘅有邊啲咧？包括 W1、W2 啦，兩個都係白色啦。W2、W1、B1、B2、B1、B3、B2、B1、B2、B3、B3、B1、B3、B2，咁咧總共有1、2、3、4、5、6、7、8，有8個嘅，咁所以咧我哋個概率咧就係20%啦。咁咧同學記住將佢約減翻啦，就係2/5嘅機會抽到相同顏色嘅波嘅。好，如果另外一題嘅概率咧就係問喺呢個情況，如果我想問你抽到2個都係白色波嘅概率又係幾多啊？咁樣，好，如果2個都係白色，我哋咧留意啦，分母都係20啦，而分子咧留意得，如果符合2個都係白色咧，得而家綠色剔呢一個啦，綠色剔呢一個，咁即係有2個，就係20%，即係1/10啦。咁同學只要咧小心啲咧睇翻咧題目問乜嘢咧，咁再揀翻一啲組合咧符合嗰個條件咧，就可以揾到嗰個概率噶啦。好啦，咁嚟緊咧同學咧，有3份功課係需要做嘅，我逐份講。好，我先講第一份功課啊。咁第一份功課咧就係有條咁嘅題目，個袋裡面咧有2個嘅蘋果啦，另外3個嘅橙。點樣玩法咧？喺個袋嗰度咧隨意抽2個出嚟啦，就問你以下 A、B、C 嘅概率。A，抽到相同水果嘅概率係幾多 ？B， 抽到唔同水果嘅概率又係幾多呢？ C， 先抽到蘋果，即係話第一個抽到蘋果，然後第2個抽到橙嘅機會率又係幾多呢？好，呢一題功課咧，請各位同學留意啦，你係做喺堂課簿，我重複一次啊，係堂課簿。咁你堂課簿咧，裏面咧係必須要有相關嘅表啦，同埋相關嘅答案，咁就為止完成啦。呢一份功課會喺下個星期2上堂嗰時檢查嘅，請你留意啦。好啦，第2份功課咧，同學你要做。